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要选总统，有部分的市民认为，恐惊市长无法度兼顾市政。这个爱河龙船嘉年华最后一天，昨暝市长率领着各局处的首长亲身讲告白龙船，强调讲袂影响市政。另外，高雄天狗日的疫情继续来炭烧，国民党的议员召开记者会，请市长重视，讲天狗日的病例，若像104年遐尼严重，一礼拜就发生超过1000件，都应该暂停竞选活动。辛苦你。爱河龙船嘉年华最后一天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总算露面，伫龙舟顶亲身拍鼓带局处长爬龙船。也毋过面册顶面有人用这个相片讲，当韩国瑜伫花莲总统造势时，现场话已经超过10万人。也毋过市政府举办的爬龙船比赛却是无人。韩国瑜敢有伫关心？韩国瑜嘛特别提出解说。我们都是被邀请，然后大家很多民众、很多团体来邀。那时间只要允许，我都会过去，但是不会影响上班时间，所以我人在高雄，一定是打拼市政。虽然韩国瑜讲袂去影响到市政，也不过连南亚议员拢开记者会，提醒韩市长要重视天狗日的疫情。如果单周破千例，也请市长应该要停止所有的竞选活动。南洋议员以104年当局做高雄市长的时，天狗日一礼拜破1000例，提醒韩国瑜若是天狗日的疫情到这严重的话，就应该暂停竞选活动。要不你看韩市长的造势行程，为6月7开道挺韩大会，6月7八花莲，6月15伫云林，6月22伫台中，6月29伫屏东，每一礼拜有一场。最后高雄市民真烦恼，讲这个市长敢真正有法度将市政做好。